翻译神器 Typeless， 2026年1月可以在 Google Play 的商店下载了。更正关语为翻译。以下是练习的作品，听易经的声音，听易经课的声音产生的文字。有灵感记录也可以用这个声音输入法 AI 语音输入法，可以支援100多国的文字，很厉害的。2026年1月才能在 Google Play 的下载，Google Play 商店下载。写论文很有帮助，会议记录也好。